好，咁咧應該咧喺 Facebook 度咧嘅 live 咧都安排到啦。應該大家喺 Facebook 度都應該聽到我講嘢啦，係咪？如果聽到咧，俾啲反應我咯喎。係啦，咁我喺 WhatsApp 度都見到有啲約好咗嘅嘉賓咧都出現啦。好，咁我哋一齊即係準備正式開始啦。咁首先咧，再一次好多謝大家啦，今晚喺咁夜嘅時間咧，一齊參加呢一個維護家庭基金嘅週年晚聚嘅一個線上聚會啦。咁今日亦都會一齊去感恩啦，去慶祝咧好花中心呢個事工咧係進駐咗入去旺角嘅基督教大樓咧。已經5年啦，唔知你過去呢5年咧有機會上過嚟探過我啦嚇，希望你咧喺嚟緊日子咧都有機會咧一齊上嚟嚇。好啦，今晚咧好多謝大家啦，我係維護家庭基金嘅總幹事 Anton 啦。冇辦法啦，喺疫情之下呢幾日大家聽新聞都知咧都有相當嚴峻啊。咁喺早前我哋覺得今年嘅即係按照以往咁多年嘅經驗咧，喺3月咧去舉行Annual Dinner 咧，其實都係不容樂觀嘅嚇，咁所以我哋好早嘅時候都諗緊，不如都用一啲創意嘅方法啦，好似舊年咁樣咧，喺網上咧嚟到同各位嘉賓咧嚟到相聚啦。其實最重要咧都唔係嗰餐飯，我相信其實係最重要咧係有個機會咧，我可以親自咧嚟到多謝每一位喺過去呢段時間咧支持維護家庭基金嘅朋友啦。同埋咧有機會咧同大家分享下嚟緊呢一個新嘅年度啦，喺4月1號開始之後，新嘅年度咧機構嘅發展方向啊，咁等大家咧可以俾啲機會，大家咧可以俾意見我哋啦咁。其實都唔係淨係今晚呢個 live 㗎，聽日咧我哋都一樣有一個由朝9晚10嘅線上好爸爸中心嘅參觀。我開咗 Zoom room 㗎啦嚇，咁所以大家所有嘉賓咧我都約好咗。佢哋咧喺唔同嘅時段啦，能夠單獨同我有個機會咧，聽下佢哋嘅意見啦，能夠得到佢哋嘅指導嘅。等佢哋咧今晚聽完呢個嘅聚會之後咧，聽日可以親自咧話俾我聽有啲咩意見咧，等我哋嚟緊呢一年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啊！咁今晚咧時間雖然唔係好長啊，喺Facebook Live 上面，不過咧我都預備咗好多好多好朋友啦，好多嘅內容咧，等大家覺得呢段時間都係好豐富嚇，亦都總結一下咧過去呢一年嘅工作啦，一齊將我哋嘅榮耀咧歸俾我哋嘅上帝嚇。大家如果有意見啦，或者有一啲 feedback 啦，可以隨時 WhatsApp 俾我啦，或者咧喺 Facebook 度咧呢個 live 呢度咧打喺 chat box 都可以嘅，我都會睇到嘅。首先咧第一個環節咧，我就要分享下咧喺我咧2022年已經係踏入喺維家嘅事奉咧第10年啦。時間都過得真係好快㗎，由當初上帝呼召我啦，有機會參與到喺呢個事工眨下眼就已經9年，一直都踏入咗第10年。其實呢10年裏邊咧，我有好多嘅感恩嘅嚇，中間當然有好多驚險嘅感覺啦，亦都有一啲擔憂啊。但係其實大部分嘅時間咧，我都係驚喜嘅，因為事實上喺呢個事工裏邊，正正唔係一個好大嘅機構，但係我見到人嘅參與、人嘅服侍，同埋委身先至係最重要。所以咧，我都有幾個感恩嘅事項咧，同大家分享下啦。首先第一咧，喺過去呢9年咧其實嚟嘅日子都會有嘅嚇。我自己都感恩喺同工嘅團隊裏邊，我都不停咁樣遇到一啲好有心嘅弟兄姊妹喺中間佢哋每一個嘅加入，每一個嘅離開，其實都係唔係偶然嘅。我相信上帝俾我有機會同佢哋喺佢哋嘅侍奉嘅生涯裏邊有一個短時間嘅相遇咧，其實都係一個恩典喺中間咧，佢哋所有嘅嘢咧就俾我學晒啦，即係佢哋嘅專長佢哋獨當一面嘅能力咧，我就全部吸收失晒啦。喺過去9年裏邊，唔同嘅同事我都即係學晒佢哋啲嘢。同一時間咧，我亦都希望影響到大家喺佢嘅生命裏邊咧，要學習點樣重視家庭啦，重視仔女嘅成長。咁呢啲都係我一邊做一個事工，但係同一時間我都希望我成為一個即係 living message 咁樣，將機構嘅重要嘅信念咧，好似一個生活嘅見證咁樣咧，能夠影響到我身邊嘅同事咁呢個喺過去呢9年咧，我都好開心可以
做得到。咁呢陣間咧，因為我同事 case 佢咧壓軸咧都會有一啲心路歷程嘅分享啦，咁你已經都可以聽下啦。喺嚟緊嘅日子，我哋都會有新嘅同工加入，咁呢啲咧其實都反映緊咧我哋成個同工團隊咧都希望將最好嘅嘢咧能夠即係呈獻俾上帝嚇，亦都可以服侍到家庭。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其實我都好感恩，我有一班好信任我嘅董事嚇，佢哋其實佢哋嘅委身都好大㗎嚇，即係有好多其實由創會到而家都仍然喺個董事會裏邊好謙卑咁服侍。更加重要咧就係我覺得我呢個董事會咧係身體力行，唔單止淨係嚟開會嚟做決策，佢哋更加會投入喺服侍嘅裏邊嚇。呢個亦都係我好感恩嘅，有着佢哋嘅背後嘅支持咧，令到我每一日咧雖然我哋同工團隊唔係好大，但係咧每一次當遇到一啲困難啦，遇到一啲挫折嘅時候咧，我就會諗，唔怕，我仲有一班好勁嘅董事咧會後 support 住我咁。咁呢個都係第二樣嘢咧，我自己好感恩嘅嚇。咁亦都佢哋嘅信心同埋佢哋嗰份嘅委身，亦都提醒我眼前嘅環境可能未如人意，但係唔緊要嘅，最緊要我哋對上帝有信心啦，同埋咧喺前面嘅服侍嘅裏邊咧。只要盡忠，咁啊上帝一定會供應，一定會幫助。咁呢個係我喺佢哋身上學習到嘅嘢。咁呢個第二點。最後咧，當然我要多謝好多支持維家信念嘅好朋友啊，同埋長輩啦嚇。咁因為其實真嘅維家嘅事工唔係靠職員嘅嚇，即係我哋推動嗰個嘅影響力或者做到嗰個效果咧，其實唔係靠即係 full time 同事咧。有幾多個啊？係咪？即係一來人數唔多啦，就算多極都係有個限制。但係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哋有好多合作嘅伙伴，大家都係因為一個共同嘅信念咧，走埋一齊喺唔同嘅項目接觸唔同嘅群體，服侍唔同嘅對象。咁呢個影響力就真係好大啦嚇。咁呢個真係唔係我哋邊一個嘅功勞，而係即係好多支持者佢哋。認同呢一個信念，亦都明白呢個信念唔係靠一個機構去做，而係大家都要喺自己嘅崗位裏邊去出一分力。咁所以咧，好開心啦嚇！呢一班嘅好朋友啦，呢班嘅伙伴咧，其實就喺過去呢9年甚至乎喺維家成立嘅時候，已經開始一齊服侍啊，以至咧出嚟嘅事工果效咧，令人見到咧都覺得即係好想將一切嘅榮耀歸俾上帝。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神蹟啊！咁所以呢個係我第三樣咧，覺得今晚好需要一齊分享俾大家聽，同埋一齊去感謝我哋嘅上帝嘅。咁咧其實以下咧落嚟，我邀請呢位嘉賓咧。就係一個咁樣喺一個奇妙嘅機會之下認識佢，相遇啦。當然一個我認識佢好耐啦，直至到我最近呢幾年咧能夠有機會認識佢咧，咁先至即係真係成為咗好朋友啦嚇。咁呢位咧就係西伯啦。我諗佢一啲都大家都唔陌生啦嚇。佢嘅事工果效影響咗我哋啦，影響過我哋敬拜啦，有好多好好聽嘅詩歌嚟到幫助我哋去投入去認識上帝。咁近年咧，我記得即係透過一位姊妹嘅介紹啦，咁我最初邀請佢咧幫手喺維家嘅籌款音樂會裏邊咧，係俾啲意見啊，同埋即係參與咁。咁自從咁之後咧，就一路識到而家啦，識咗好多年，5、6年啦已經。咁直至到咧好爸爸中心真係當時準備要有個地方，有而家喺大樓呢一個地方。唔係好大，但係咧，我心裏邊有啲嘅諗法。咁我知道西伯係一個好犀利嘅人啦，佢即係連一個醫館嚇，即係呈現俾大家嘅唔單止一個敬拜嘅程序，仲有台燈聲啊嗰對嘢。我覺得呢個人都幾犀利嘅，都將一個環境、一個氣氛能夠帶動到弟兄姊妹投入敬拜。佢喺嗰個思考呢個空間點樣運用啊，點樣幫助進入呢個空間嘅人咧，去諗嘢啊，去思考、去感受咧，一定好有心得。咁所以我就即係膽粗粗邀請佢咧嚟到當年咧幫手咧，係諗下點樣運用呢個空間。咁佢即刻應承我啦。咁我好開心啊，能夠即係今晚能夠再邀請到佢咧，能夠分享幾句啦，鼓勵下我哋，究竟喺嚟緊日子咧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咧，我喺呢度咧隆重咁樣咧介紹西伯出場嚇，咁請西伯咧同我分享幾句嚇，你都鼓勵下我哋。好，西伯交個咪俾你咯噃。喂，大家好啊，我係西伯啊。喂，講下講下，原來
好爸爸中心已經進駐咗基督教大樓5週年啦，5年真係一個唔短嘅日子啊！咁我仲記得咧，初初阿 Anton 走嚟揾我，佢就話：喂，西伯，你可唔可以幫我設計下呢個場地點樣佈置啊？將啲嗰啲展品咧，就好似展覽咁樣啦，展出嚟咁樣咧。咁我話我好啊，我幫你諗啦咁樣。跟住估唔到佢真係攞晒我呢個 idea 咧，就真係做咗件出嚟。我仲覺得佢做嗰個咧仲好過我諗嗰個添。咁我好欣賞呢件事嘅。我好支持咧呢個好爸爸中心嘅。點解咧？因為我都覺得家庭係重要嘅。譬如我近年咧都由呢個嘅音樂上面嘅呢個侍奉咧，都慢慢轉戰咧去另外一啲再浮誇啲，好似好浮誇嘅嘢。譬如我而家搞緊嘉年華會啦，我搞呢個甚至乎想發夢咧搞大啲搞啲婚嫁嘅主題公園。我要利用呢婚嫁呢樣嘢咧去吸引啲人咧嚟到我呢個地方啊參觀啦、玩啦，甚至乎係舉行婚禮啦。我目的都一樣，就係嚟到牧養一班人咧，佢哋去建立家庭嘅時候咧，佢哋諗清楚啲啦，佢哋做好啲啦，有智慧啦。其實要運作一個家庭運作得良好，係真係需要好多智慧。而好爸爸中心正正係做緊同我一個諗法一樣類似嘅嘢，不過可能我就浮誇啲啦。咁好爸爸中心好具體地話俾我哋聽，家庭裏邊嘅爸爸嘅角色好重要。我好深信爸爸對於成個家庭咧，就唔會係媽媽重要啲，邊個重要啲？其實佢都好重要，佢嘅角色咧都係被忽略嘅成日都。咁所以我覺得咧應該要鼓勵大家嚟到去支持好爸爸中心，讓佢哋嘅夢想更加大啦，讓佢哋嘅影響力更加大啦，讓佢哋能夠咧影響更多嘅人咧去注目於呢個爸爸點樣做一個好嘅爸爸。原來對成個家庭有幫助嘅喎。原來家庭嘅好，家庭係成個社會嘅呢個基礎嚟嘅。如果佢哋做得好嘅話咧，原來我哋成個嘅社會都好嘅。所以呢個已經唔係涉及基唔基督教嘅問題啊！呢個係直頭係講緊我哋點樣可以用一個具體嘅方案去幫助到我哋嘅身邊嘅家庭嘅成員或者家庭嘅角色做得更加好。呢個係我切切期待嚟緊嘅日子，嚟緊嘅5年10年，佢哋更加發展得好。我唔知有冇機會再合作咧，或者我真係傻下整到個呢個嘅嘉年華會啊，或者整到個甚至乎係一個主題公園啊嘅話咧，喂，我一定揾好爸爸合作嘅。期待大家繼續支持好爸爸中心，呢個係我嘅期望。我係西伯。好，唔該晒西伯。嗱，真嘅一定有得繼續合作㗎嚇，嚟緊我一定會繼續捉住你嘅，你唔使放，你放心啊，我哋會捉住你。咁咧好多謝佢啦嚇，即係佢其實成日都好鼓勵我嘅嚇。咁啊，雖然佢亦都係一個好有夢想嘅人啦，咁我成日覺得同佢一齊咧，好多時候都會令到自己咧大開眼界。咁所以我好喜歡咧同佢一齊合作嘅。咁啊，繼續我一定會揾你嚇，繼續能夠咧喺即係家庭啊、爸爸啊、婚姻呢啲嘅事上面咧，有更加多嘅合作嘅。好啦，咁嚟到下一個部分咧，我都想分享下咧過去1年咧，我哋工作做成點啦嚇。咁其實之前咧喺機構嘅周年大會完咗之後咧，我哋都公佈咗我哋嘅 annual report 啦。咁等大家咧詳細嘅文字喺裏邊都可以睇到。咁大家見到咧呢4點咧就係我哋喺過去舊年咧主要嘅4個策略啦，嚟到推動機構嘅事工。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咁講嘅，喺今時今日嘅香港要維護家庭咧，其實都幾大嘅挑戰啊！因為無論喺我哋生活嘅文化啦，喺我哋嘅社會嘅生活模式裏邊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咧，都亦有好多嘢都影響緊家庭。究竟我哋點樣能夠喺每一個環節裏邊咧，能夠即係都提醒緊，無論係信徒啦，或者提醒緊我哋嘅社會，我哋點樣能夠塑造一個更加理想嘅環境，俾下一代去成長？點樣塑造一個更加理想家嘅環境，俾下一代去健康發展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問題咧，我哋要時常咧記喺個腦裏邊。咁所以咧喺過去呢1年咧，都係2021啦嚇，2021年全年基本上都係一個疫情嘅年度，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發覺都真係唔容易。不過咧，我哋都感恩啦嚇，即係機構唔係好大，而且我哋嘅服侍咧一路其實咧好多時候都係
已經用緊好多科技啊，好多網絡嘅功夫，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邊，我哋嘅影響相對地咧都可以應付啦嚇。咁喺過去呢一年咧，我哋都將所有嘅聚會啦，所有嘅課程咧，其實都擺咗上網上面去進行。其實我發覺最大嘅挑戰咧，唔係將一個實體嘅聚會就咁咧加個 cam 加個 live 咧就放出街，而係咧我哋要重新思考下，究竟作為爸爸喺網上嘅生活個模式係點樣樣？希望咧能夠再一次咧去迎合佢哋，令到佢哋咧能夠喺網絡嘅世界裏邊咧一樣可以接觸到維護家庭基金嘅服侍啊！呢個係我哋最大嘅挑戰。咁中間咧當然我哋揾到一啲經驗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啊。原來咧爸爸嘅課程啊聚會咧 OK 嘅，平日夜晚咧夜一夜佢哋都可以嘅，好得意啊！即係原來我哋發覺喺網絡嘅世界嘅上課模式或者學習模式同喺實體真係好唔一樣，咁所以咧好希望咧喺過去呢一年嘅聚會啦，或者課程所接觸嘅你咧，都能夠咧喺好爸爸中心嘅服侍裏邊咧得到一啲嘅幫助啦。舊年咧亦都有另外一個項目咧好特別嘅，就係咧喺全年裏邊咧我哋推動一個爸爸參與嘅一個重要訊息，希望咧透過活動咧能夠令到爸爸咧可以體會得到，其實你嘅角色係乜嘢。嗱，事實上咧喺我哋接觸嘅家庭裏邊咧，有特別一啲唔係個個都可以即係花時間去上堂啊，又或者唔係個個咧都能夠直接喺知識嘅領域嗰度咧可以去學習做爸爸。有好多咧，其實係要透過同仔女嘅相處啦，同佢嘅體會喺過程裏邊去體會自己咧，原來好重要，同埋喺個陪伴嘅過程裏邊咧，去感受自己對仔女嘅影響力。咁所以咧，好爸爸體驗館呢個平台咧，就喺舊年做咗好多嘅功夫啊，包括你見到呢啲相咧，其實都係反映緊咧，我哋好想透過同一啲外界嘅合作啦，係做一啲咧好特別嘅經驗啊，等啲爸爸同仔女咧能夠享受一個單獨共處嘅機會。咁呢啲咧嘅概念咧都好廣受呢個社區同埋一啲嘅堂會啦，或者啲機構嘅歡迎。咁咧見到越嚟越多機構咧都願意搞一啲專係俾爸爸嘅活動啦，專係俾爸爸同仔女去享受嘅節目啦，咁啊媽媽可以好開心咁樣見到自己嘅丈夫同啲仔女嘅關係好好啦。咁其實呢一啲嘅果效咧，我哋都喺過去呢一年咧，即使喺疫情之下，我哋都見到嚇。咁因為爸爸同仔女玩都係自己有個屋企嚇，同埋呢個玩嘅經驗咧，唔一定要去，唔一定好貴，唔一定要外出，可以喺屋企都得。咁所以呢啲嘅經驗同埋呢一種嘅信息咧，我哋都藉着呢個平台咧，喺舊年做咗好多功夫。咁希望都能夠幫到多啲嘅爸爸同埋家庭。咁另外一個重點咧，想喺今晚特別再提出嚟咧，就係年青人嘅工作。真嘅，其實喺做維護家庭嘅信息咧，冇理由做年青人嘅嚇，因為喺未來10年啦，其實佢哋就已經可以係成家立室啊，生兒育女嚇，所以其實及早去塑造佢哋對家庭嘅婚姻啊、孩子嘅憧憬，其實都非常之重要嘅嚇。其實維家一直都好重視呢一個嘅群體，咁所以咧今年都做咗好多個項目咧，嚟到將呢個維護家庭啦，同埋爸爸角色嘅信息咧傳遞俾佢哋，等佢哋咧有多啲嘅認識啦，亦都希望喺個項目裏邊可以製造到多啲對話交流嘅機會嘅。咁其中一個項目咧係都幾特別嘅，咁個項目本身咧就係俾爸爸嘅，因為咧我哋設計咗呢幅相啦，有個叫做 Survival Kit 嘅一個項目嚇，咁係俾啲牧者咧透過奉獻咧可以攞住一份禮物咧去送俾啲啱啱仔女出世嘅爸爸嚇，等佢哋咧都感受得到咧自己做一個新手爸爸嘅喜樂嚇，咁唔好成日去探訪，淨係得媽媽有禮物 ，BB 有禮物啊，原來爸爸都有禮物嘅。咁呢個項目咧喺過去嘅一年咧都好受歡迎，咁啊直至到我哋接觸到即係 Ivy 啦，咁咧一間專上嘅學院，佢哋咧其實都喺個課程裏邊咧去培訓學生拍廣告啊，去製作一個信息傳遞嘅咁重要嘅知識。咁我哋一拍即合，好想咧邀請呢啲學生咧，為呢一個咁特別嘅項目同埋呢一個咁特別嘅 Survival Kit 咧，去設計一啲嘅短片。
咁咧，我哋透過呢啲同學咧，咁佢哋幫手設計咗好多條嘅短片。咁啊，我哋亦都藉着呢啲短片咧，嚟到喺網絡上面咧，俾多啲教會啦，同埋人咧知道我哋有呢個 Survival Kit 咧，送俾啲新手嘅爸爸，咁就真係幾有幫助喎嚇！佢哋啲片播出街之後咧報名攞呢個 Survival Kit 嘅反應都相當之高。咁今日咧我就揀咗其中一組佢哋嘅同學咧嗰一段90秒嘅短片廣告短片咧，同大家分享下，等大家咧感受下佢哋嘅創意啦。真嘅，其實當佢哋喺做嘅過程裏邊咧，我聽佢哋分享，感覺得到咧，其實佢哋都感覺到自己認識爸爸角色多咗啦，知道爸爸嘅需要多咗咧，其實咧對佢哋自己都好大嘅幫助。咁不如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欣賞一下喺呢個廣告項目裏邊咧啲同學嘅創意同埋佢哋心思。新手爸爸要啲咩？剃鬚刀唔剃鬚膏。好爸爸中心。新手爸爸要啲咩 ？Hand cream。好爸爸中心。新手爸爸要啲咩？錢罌。好爸爸中心。新手爸爸要啲咩？茶包。好爸爸中心。新手爸爸要啲咩 ？Cushion。新手爸爸要啲咩？沙漏。我需要靜一靜啊！好爸爸中心。新手爸爸要啲咩？咪報紙。好爸爸中心。新手爸爸要啲咩？留住溫度、濕度、溫柔和憤怒。好爸爸中心。新手爸爸要啲咩？遊戲插。好爸爸中心。新手爸爸要啲咩 ？BB 衫。老婆搞掂啦！好爸爸中心。新手爸爸要啲咩？好爸爸中心。好啦，咁啊，大家有機會欣賞下呢啲同學仔嘅作品啦。佢哋就當係功課啦，但係其實對於一個機構嚟講，佢哋呢啲功課嘅創意咧，其實都能夠幫到機構推動一啲嘅倡議嘅訊息嘅。咁啊，我都好欣賞佢哋嘅創意。咁我嚟緊日子都會繼續去 involve 多啲年青人咧，去一齊幫手啦，一齊做啦。佢哋又得益嚇，維家嘅持份者亦都會得益。咁咧，以下落嚟咧，我就好開心啦，因為咧，我請到4位咧，我好尊敬嘅師長嚇，佢哋咧都喺過去嘅一段日子咧，同好爸爸中心同行。佢哋出心出力去支持我哋嚇。咁無論喺每次當我邀請佢哋幫手做一件事，咁佢哋就二話不說就幫手。甚至乎咧，中間亦都有出錢出力，希望咧喺奉獻上面咧支持到維家，令到我哋咧能夠無後顧之憂咁樣去專心服侍。咁我都好多謝。咁以後落嚟呢4位咧，分別咧就係歐長江博士啦、鄧婉玲小姐啦，即係福音歌手。咁亦都有柴灣浸信會嘅蔡牧師。最後咧就有我哋持續好多年都支持我哋嘅捐款人。咁Chester G 嘅，咁我以後就將時間交俾佢哋啦。咁多位，我將時間交俾你哋啦。咁請你哋咧嚟到鼓勵下我哋嘅工作嚇，俾啲 tips 我哋，俾啲指導我哋。各位你哋好，我係歐長江，係中國神學研究院嘅輔導科老師。咁喺呢度咧就特別祝賀好爸爸中心進駐呢個基督教大樓5週年啦，咁樣。我自己咧就非常支持好爸爸中心嘅繼續嘅發展嘅。咁我諗有3個要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啦。第一個咧就係做爸爸工作嗰個重要性啦，因為我哋話擒賊先擒王咁樣吓。咁做好爸爸嘅工作咧，其實對太太啦、
對家人嗰個影響咧都相當重要嘅嚇。咁啊，第二個要咧就係需要嚇。咁因為大家知道啦，好多家庭教育嘅講座咧都係媽媽去多嘅嚇。爸爸咧其實即係特別需要嘅嚇。咁但係就要能夠 engage 到佢哋咧，就都唔簡單嚇。咁所以好爸爸中心即係過往做嘅工作咧，都係能夠接觸到即係爸爸啊，同埋即係幫佢哋有成長嘅機會。咁啊，第三個咧就係必要啦嚇。必要咧就係話做爸爸工作，因為男性咧即係要做佢嘅工作其實唔簡單嘅。咁我就提出一個叫性別敏感啊 ，gender sensitive。咁即係話過往其實好爸爸中心個方向都啱噶啦。即係男人就中意睇下啲研究報告啦，做 research 啦，中意要有活動啦，咁最好咧就係男人自己一組人一齊咁樣嚇。咁我諗朝住呢幾個方向繼續咧，我覺得都會有好好嘅成果嘅嚇。咁啊，最後咧就邀請大家一齊支持好爸爸中心啊！多謝各位。Hello， 大家好，我係咪咪鄧婉玲。再次咧祝賀好爸爸中心進駐基督教大樓5週年 ，Happy Birthday 啊！我咧非常之支持好爸爸中心繼續發展，因為咧，我舉幾個例子啊。嗱，喺社會上咧有好多爸爸咧都係話自己唔識做爸爸嘅，又或者咧覺得自己咧係唔識點樣教好自己啲仔女。例如可能遇到一啲溫習嘅功課啊，或者咧一啲嘅家長嘅活動啊，有時候咧都會咧將所有嘅責任咧放喺媽媽嘅身上，又或者一啲傳統嘅爸爸認為賺錢返屋企咧就係等於咧係一個好好嘅爸爸啦，但係佢哋卻忽略完全咧係同仔女咧係缺乏溝通，又或者咧有好多仔女心目中咧有媽媽就得㗎啦，爸爸嘅角色咧就可有可無，等等等等呢啲。其實要做一個好爸爸真係唔容易，所以好爸爸中心嘅服務咧就能夠祝福好多好多嘅爸爸，建立返佢哋成立一個家庭，喺佢哋嘅家庭裏邊成為一個重要嘅角色。而且好爸爸中心亦都引導爸爸可以透過愛去建立家庭嘅穩定，夫妻婚姻嘅健康，兒童能夠建立快樂成長，使佢哋喺社會裏邊咧能夠有更美好嘅將來。嗱，我自己咧就親身參與咗佢哋嘅活動啦。最深刻咧就係記得有一次咧，同好爸爸中心喺嗰個cafe裏邊咧就搞咗一個嘅音樂會，我仲咧同佢哋一齊去唱歌。我咧非常非常之開心，仲見到咧參與嘅爸爸咧同埋佢哋嘅仔仔啊、女女啊一齊去演出，佢哋仲互相擁抱。當日我仲帶埋自己嘅爸爸一齊去參與，呢一幕係非常非常之感動㗎。所以最後我好鼓勵大家繼續支持好爸爸中心，邀請大家一齊去參與。各位我係咧柴灣浸信會主任牧師蔡志強，喺度咧真係祝賀咧好爸爸中心進駐基督教大樓咧5週年啊！我咧非常支持好爸爸中心繼續發展嘅，因為有3好。第一，親職教育咧往往都係專注喺媽媽關心啦，但係咧你哋咧係專注強調爸爸嗰個角色同埋參與啊，好啊！第二個好爸爸中心咧嘅同工咧又有心又有經驗，亦都有創意啊！透過活動啊，有出版啊，有課程啊，甚至乎一啲實物咧係好多元嘅方式咧嚟到接觸一啲支持者，同埋咧係接觸社區教會裏面嘅爸爸對象，所以好啊！咁啊第三好就係咧你哋咧又有實證又有研究，所以咧你哋提出嘅親職嘅資訊咧係有根有據咯，所以有3好，所以喺度咧係祝賀你哋。但係咧亦都諗起聖經有一句說話，腓立比書第2章15、16節聖經話咧係在這彎曲悖謬嘅世代，作神無瑕疵嘅兒女，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顯明出嚟。而呢，你哋同我哋啦先做咧天父嘅兒女，以至到咧又將天父對爸爸嘅心意咧能夠顯揚喺香港社會以至世界。所以最後咧係邀請大家一齊支持好爸爸中心。好嘅，今日咧就好機會咧就受到Anton 嘅邀請，就嚟到呢一個好爸爸中心，就講幾句說話。咁咧我咧就係叫 Chester 豬，咁我咧就喺香港咧就做證券嘅，咁我有個果樹集團，呢個名非常之好聽啊吓。咁亦都有一間叫果樹嘅慈善公司。咁咧就今日咧就要祝賀好爸爸中心咧，就唔經唔覺咧就中住呢個大樓啦，呢個叫基督教嘅大樓就5周年，而我 support 咗呢個機構咧，亦都有幸咁樣 support 啦，就已經5個周年噶啦。咁啊，亦都希望佢能夠秉承過往嘅努力嘅工作，繼續為慈善工作出力，亦都能夠為個爸爸嗰方面做到更多榮神益人嘅工作。最後咧，我就請大家咧就大家協力咧就支持，尤其是喺而家啲咁嘅環境嗰度，喺疫症之中，同埋咧喺個政治動盪之中，更加需要大家嘅支持。亦都喺呢度咧衷心鼓勵Anton同埋所有嘅員工，咁亦都繼續為呢一個好爸爸中心嘅未來繼續發光發熱。Amen。咁咧，再一次多謝你哋咁多位啊！我聽到咧都相當之嘅感動，亦都多謝你哋嘅鼓勵啦，全部收到晒。你哋嘅鞭策，你哋鼓勵咧，會令到我哋喺嚟緊嘅日子咧，會更加努力嘅。咁好多謝你哋嘅分享同埋鼓勵。咁咧落嚟咧，我就都同大家分享下嚟緊咧董事會咧啱啱喺上個年度尾咧，我哋就為着嚟緊嘅3年咧，做咗一個相對地咧持續少少嘅策略計劃。咁呢個係機構裏邊第3個嘅事工策略嘅一個製作嘅過程。咁大家見到喺鏡頭呢度呢5點咧，就係喺嚟緊嘅發展裏邊一啲相對地會比較重點啲嘅一啲嘅方向。咁亦都會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會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啦，同埋心機咧嚟到去做呢5樣嘢嘅。咁大家見到啦，我哋希望好爸爸中心呢個平台能夠喺個領袖連結嗰個角色上面咧，能夠扮演更加多嘅功夫。其實好明顯嘅喺過去3年裏邊咧，真係多咗好多嘅事工啦，好多嘅機構啦，好多嘅堂會都一齊去努力去做多咗好多爸爸嘅工作。咁我哋希望我哋呢個領袖嘅角色會繼續去學習，去點樣做得更加好啦，去連結社會上面唔同嘅資源啦，能夠再進一步去推動。咁當然咧，我哋作為一個基督教機構，我哋都好想喺家庭價值呢件事上面咧，做多啲神學嘅反省，同埋喺牧養上面咧，有多啲嘅應用咧嚟到幫助教會。咁所以呢個亦都會係嚟緊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咁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一路都服侍緊好多幼稚園啊，好多嘅機構啊，好多嘅宗派，都支持年青人嘅參與。咁呢啲都會喺嚟緊嘅日子咧，擺好多嘅心思。特別我想提一提第3點咧，就係我哋都好想喺嚟緊嘅日子，繼續去支援同埋帶出一個好重要信息，就係作為太太嘅角色咧，其實真係能夠喺中間有一啲嘅功夫，可以幫助到爸爸呢個角色，令到咧一個家庭喺嗰個成長啦，喺成個家庭嘅生活裏邊咧更加平衡同埋更加健康嘅。咁因着咁嘅緣故咧，喺來年啦，由4月1號開始咧，我哋今年嘅事工主題咧叫做不要讓父親缺席不要讓父親缺席。因為咧，我哋好想透過推動太太嘅參與，喺親子協作裏邊咧，能夠再一次藉着佢嘅鼓勵同埋幫助咧，帶出自己嘅丈夫個爸爸角色，令到咧好似呢幅即係雕塑咁樣啦即係你見到係一個好溫馨嘅場面，抱住個 BB 嘅其實係一個爸爸，證明一個小朋友嘅成長咧係仍然需要喺爸爸嘅蔭庇之下，但係佢有太太喺背後嘅 support， 亦都顯示到咧呢個家庭能夠喺父母兩個一個好重要互補嘅角色之下咧，仔女得到最大成長嘅好處。咁呢個就係我哋嚟嘅1年事工嘅主題。喺裏邊咧，無論
咩項目都好啦，我哋總共大大小小咧有成超過18個嘅事工項目建立咗咧，好想喺嚟緊呢12個月咧都能夠圍繞住呢一個嘅主題嚟到發展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能夠繼續支持啦，繼續幫助我哋，鼓勵我哋。咁講多少少頭先講媽媽有份呢一個平台咧，其實就係回應今年呢一個主題嘅一個好重要嘅動作。喺嚟緊嘅4月啦，同埋暑假咧，我哋都會因為咁嘅緣故咧，去招募緊一啲新嘅同事加入我哋嘅團隊，希望咧大力去發展呢一個嘅工作。嚟緊真嘅好爸爸中心唔係一個男人嘅事工，因為我哋所服侍嘅或者所推動嘅對象已經唔係淨係不嬲，其實不嬲都唔係啊，唔係淨係男士，淨係爸爸，而係一班關心爸爸角色、好重視爸爸角色、好想協助爸爸去承擔更多嘅一個群體。咁呢個群體喺嚟嘅呢個年度，我哋會再做更多有關太太呢一個角色嘅工作啊，等佢哋知道自己嘅位置，點樣可以從中咧去協助。咁嚟緊咧呢一年咧，我哋都會大力推動呢一部分嘅工作。咁希望大家咧都俾多啲意見啦，同埋支持我哋嘅。咁當然啦，有好多一啲嘅倡議嘅項目咧，其實我哋都會繼續嘅，包括咧而家已經進行緊嘅第3屆嘅全港學生1分鐘演說嘅比賽啊。咁今日係3月7號啦，我哋而家啲參加嘅同學咧已經超過100位啦，我哋知道接近100，因為佢哋喺上個月中咧已經上咗2個 online 嘅 workshop 去學習點樣喺鏡頭面前演說啦，點樣做一個有說服力嘅演說啦。咁咧我喺 workshop 裏邊見到啲學生問嘅問題啊，都覺得佢哋好投入嚇。咁今年咧我哋一樣俾咗幾個同家庭有關嘅題目俾佢哋去參加比賽。咁嚟緊佢哋喺下多2個禮拜咧就要交嚇佢哋嗰個嘅作品啦嚇。咁不如喺呢一度咧，我又同大家欣賞一下舊年啦，喺上一個年度喺父親節呢個比賽咧，我哋做咗一個頒獎禮嘅，當中咧有冠軍嘅作品嚇，係一個大專學生嘅作品嚟嘅。咁我哋不如一齊欣賞下啦嚇，欣賞下佢哋咧點樣透過一個演說咧話俾大家聽，爸爸角色非常重要啊！每一個家庭入面，總有幾句金句係嚟自於父親。我屋企都唔例外。我老豆細個就同我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所以我細個嘅時候，佢好少同我講嘢。到我大個咗，就到我唔想同佢講嘢。我哋每次傾偈，3句唔係2句就會嗌交。嗌交嘅內容都不外乎係你唔明㗎啦，讀多啲書啦，等你做老豆你就知。佢為咗避免同我有正面嘅衝突，佢好中意寫 memo。寫完 memo 之後，佢會好中意將嗰啲 memo 當街招咁成屋貼。無論係我嘅房門口、屋企門口、冷氣機，甚至乎嗰部遊戲機，佢都唔會放過。話雖如此，佢呢份想同我溝通嘅執着，呢份堅持，我的而且確係幾欣賞嘅。所以做仔嘅都要學下爸爸咁樣，有啲表示。仲有。咁咧喺上一個年度咧都有超過接近100個入圍嘅作品啦。其實當睇到每一個學生啦，10零歲嘅學生，當佢對住個鏡頭話俾大家聽，爸爸角色好重要。又或者佢會分享到自己同爸爸嘅經驗嚟到勉勵喺鏡頭前面聽緊佢演說嘅朋友，有關爸爸嘅重要。其實我都感到非常之欣慰。其實當我哋下一代能夠更加明白到爸爸角色同媽媽角色嘅獨特啦、互補啦，以至咧佢哋點樣影響下一代一生嘅成長。當佢哋分享到呢一點嘅時候，我都會對佢哋有更大嘅盼望，對我哋下一代咧有更大嘅信心，對家庭咧希望能夠成為一個安全嘅堡壘，讓佢哋成長得更加開心。呢個咧我哋相信都係上帝嘅心意。
咁喺嚟緊以下落嚟嘅時間咧，我亦都好多謝4位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喺研究啦、學術啦嘅領域裏邊咧，去為香港嘅家庭做咗好多貢獻嘅老師學者，因為佢哋喺自己嘅崗位裏邊咧，好努力去接觸年青人，好努力咧去傳遞佢哋專業知識。當佢哋認識咗好爸爸中心之後咧，我哋一拍即合，喺唔同嘅項目裏邊咧，嘗試將爸爸角色、家庭價值嚟到 cross over 佢哋喺課堂裏邊俾學生嘅專業學問，可以係傳媒啦，可以係廣告啦，可以係一啲佢哋專長嘅一個教學嘅一個科目。但係就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呢個 cross over 俾大家見到嘅就係一個好精彩，一個又一個嘅項目，嚟到俾年青人去接觸呢個咁重要嘅課題。咁我好多謝呢幾位老師學者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嚟到支持我哋，嚟到幫助我哋。咁不如喺呢個時候咧，我就將個咪咧交俾下呢4位學者，一個一個咁樣同我哋分享。咁咧佢哋分別有 Hong Kong U 嘅老 Sir 啦，有BU 即係浸會大學嘅 Angela 老師啦，亦都有 Ivy 嘅 Meiji 老師啦，以及咧喺 Poly U 嘅 Wallace 老師嘅。咁我就將以下時間交俾4位，多謝你哋做少少嘅指導啦嚇，同埋鼓勵下我哋啊！大家好啊，我係嚟自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商業學系嘅講師，我叫做汪婉芝，大家可以叫我做 Meiji。喺呢度咧，我好開心啊！想祝賀好爸爸中心咧進駐咗呢個基督教大樓咧，已經有5週年嘅歷史咯。我非常之支持咧好爸爸中心繼續發展㗎。點解咧？因為其實喺過往嘅幾年咧，我哋都有唔同嘅青年項目嘅合作啦。我睇到佢哋咧為青年人喺培育佢哋有一個正面正向嘅家庭觀念方面所落嘅功夫咧，確實係令我好感動㗎。因為我睇唔到即係有啲咩其他機構其實有喺呢方面真係去特別係去落功夫咯。咁另外咧，而佢哋所關注嘅一啲嘅家庭問題啊，同埋所提供嘅服務咧，我可以用係非常之貼地嚟到去形容啊。咁啊，特別咧係喺幫助一班嘅爸爸同埋媽媽啦，喺親子協作方面咧所作出嘅貢獻咧，其實即係好多媽媽咧都喺度苦惱，包括我自己啦，仲會不自覺咧有一啲負面嘅想法，就係咧會埋怨自己嘅丈夫咧，即係可能投入爸爸呢個角色咧唔夠投入啊。咁所以咧，好爸爸中心正佢哋所推出嘅一啲嘅服務咧，就係一啲好有啟發性啦，又好具體嘅一啲爸爸特訓嘅活動喎。咁同時咧，亦都俾咗好多 tips， 我哋呢一班媽媽咧，其實即係提醒翻我哋要去鼓勵自己嘅丈夫做一個好爸爸咯。最近咧，我同我嘅弟婦分享有關於好爸爸中心嘅服務咧，哇！佢即時兩眼發光啊！佢話咧即刻要介紹翻俾佢哋個幼稚園咧仔仔嘅校長去認識，即刻安排講座。希望咧佢哋嘅爸爸咧都可以咧即係有呢一方面嘅服務。咁所以咧我喺呢一度咧係好衷心誠意咁樣邀請大家咧一齊用行動嚟去支持好爸爸中心，推介咧佢哋嘅服務咧係俾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啦同埋團體嚟去認識嘅。好爸爸中心加油！大家好，我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學行政學系嘅盧繼聰，在此咧祝賀好爸爸中心進駐基督教大樓5週年。咁我非常支持好爸爸中心咧繼續發展，因為喺香港咧專為爸爸而設嘅社會服務實在太少啦。好爸爸中心咧可以作為一個推動者嘅角色，貢獻更加多。喺你哋咁多服務裏邊咧，我特別欣賞 Fathering Lab 呢一個服務，為爸爸嘅服務發展咧建立咗一個實證為本嘅基礎。你哋一定要繼續做落去啊！加油！大家好啊 ！Happy Anniversary！ 好爸爸中心，我係邊個？大家仲記唔記得？係啦，我就係咧見證住好爸爸中心成立嘅第一代老師，嚟自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Angela Mac 係啦。咁咧我就好開心啦，我仲好記得5年前咧 Anton 嚟我嘅班房裏邊就講呢個好爸爸出書呢個計劃啦。尤其是咧嗰陣時都有幾個傳理學院有幾個男同學嘅，咁啊其中有個同學咧就哇聽完之後落堂即刻話啦，我要翻屋企咧同佢家姐講點樣為之做好一個好爸爸，即係家姐個老公啦嚇，佢當時都係個舅父仔。而嗰位同學咧亦都係第一
我哋第一個 edition 嘅唔係好爸爸裏邊嘅策劃師啦，訪問啊春麗爸爸嘅。咁我仲好記得咧，我哋整完本書之後咧，去做宣傳訪問，去埋啊春麗爸爸個 studio 嗰度，同 DVB 一齊拍攝嗰個news report，就趁住父親節嘅時候就出街啦，印象非常之深刻。咁尤其是開幕嗰一日啦，亦都有其他嘅男同學嚟幫手嘅。咁2017年咧，哇，轉眼就過咯喎！呢5年其實咧，我哋呢個傳理團隊啊，應該咁樣講啦，都合作無間嘅每一年。咁跟住第二年咧，就有中學一齊啦，合作啦，第2冊啦，同埋我哋玩一個公關嘅創意大賽裏邊，好爸爸中心亦都係其中一個 client。我哋可以再去 reach 多啲中學嘅學生啦，尤其是咁跟住，另外有啲傳理校友啊，老師咧都繼續去做呢本書呢個計劃。咁一個所謂嘅功課，原來可以係令到同學除咗識得寫人物專訪之外咧，其實佢哋都好領悟到其實做一個爸爸為之啲咩嘅。尤其是咧，我覺得喺呢2-3年嚟講咧，大學生其實都失去咗好多機會。雖然我哋好強調 service learning， 咁但係喺呢個咁困難嘅期間啦，香港咁其實講緊抗疫能力咧，另一樣嘢其實就係嗰個疫啊，係逆境個疫咧係更加重要。咁我哋都好高興咧，啲爸爸姑仔咧係越嚟越有挑戰性嘅，聽聞係啦。尤其是可能有一啲係單親嘅父母啦，或者一啲係童年冇咗爸爸嘅古仔咧，咁同學仔喺嗰啲嘅分享者嘅身上，亦都學到好多嘅人生嘅道理。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可以俾到佢哋嘅價值觀啦。咁嚟緊啦，哇！5年就過咗集啊，打馬就過啦喎。咁嚟緊嘅5年有啲咩好玩咧？咁當然就靠我啦，俾多啲創意。其實喺好爸爸中心，即係除咗恆常可以做嘅嘢之外，其實都可以做多啲 cross over 嘅嘢嘅。咁尤其是啦，而家好多機構都好提倡 ESG 呢樣嘢啦。咁我睇下有啲咩平台底下可以同好爸爸中心一齊加多啲唔同嘅機構一齊去真係去推動呢一個fathering 嘅 movement。咁好希望咧，香港嘅爸爸除咗佢係第時阿太太叫佢幫佢睇住啲小朋友，唔係淨係睇住啲小朋友咯，而係知道睇住咧，其實係叫做陪伴。點樣陪伴？咁我哋好希望咧，嚟緊嗰5年咧，可以尤其是咧 target 啲新手老豆2.0啦。咁又好似最近嘅大熱嘅電視劇一樣，我希望我哋香港咧會越嚟越多暖男爸爸。好，一於咁話，多謝各位，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曾偉雄，大家可以稱呼我叫 Wallace 啊。咁咧今日非常高興啦，可以喺呢個機會咧，亦都多謝 Anton 嘅邀請，我可以喺呢度去祝福好爸爸中心嘅工作嘅嚇。咁其實我認識好爸爸中心都係透過 Anton 嘅我哋當中嘅參與啦嚇。咁我亦都喺好開心咧，知道好爸爸中心咧喺呢個基督教嘅大陸裏邊咧已經有5年啦。咁啊，其實5年嚟講係一個好嘅機會咧，我哋可以回顧一下其實過去嘅工作嚇。咁其實我好欣賞好爸爸中心裏邊嘅工作非常多嘅嚇。咁啊，我睇到佢哋嘅團隊裏邊咧，第一樣嘢咧係好有熱誠嘅嚇。咁啊，首先我認識嘅 Anton 啦、阿 Case 啦，其實佢哋仲有啲嘅義務嘅團隊嘅員工咧，其實都個個都好有熱誠。咁啊，呢種熱誠同埋動力咧，其實係非常好感染到其他嘅人一齊去參與去推動爸爸嘅工作。咁以至到咧，其實我亦都好另外一樣嘢好欣賞佢咧，其實佢知道佢嘅定位係一個好想建立一個平台合作嘅平台。咁樣以至到咧，我認識好爸爸中心佢哋嘅合作嘅夥伴咧，其實非常多嘅嚇。咁啊，有教會啦，有堂會啦，有學校啦，有甚至乎有啲海外啦 NGO 咁樣。咁我相信透過佢哋嘅工作咧，
喺咁多年嚟講咧，其實推動到每一個階層咧都開始更加咧去認識爸爸嘅親職嘅工作係乜嘢啦，爸爸點樣可以喺呢個家庭裏邊點參與啦。咁所以我呢樣嘢亦都係好欣賞佢哋嘅工作。咁啊，仲有一樣嘢咧，我更加欣賞嘅。咁啊，其實佢哋前瞻性咧係好強啊。咁呢度我想講兩點，我覺得點解佢哋個前瞻性咁強咧？因為我知道咧，其實佢哋過去呢幾年咧開始咧更加着重去推動年青人咧去一齊參與點樣去推動爸爸工作。咁啊，我知道佢哋有媒體啦，邀請好多大學裏邊嘅學生咧，佢哋參與啲媒體嘅製作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好好嘅嚇，亦都讓年青人咧係盡早嘅知道點樣去喺佢哋第時要建立自己家庭嗰陣時候咧，佢哋多咗一種意識，點樣係推動爸爸咧喺個家庭裏邊。咁第二樣嘢咧，亦都係呢個係我親身嘅參與。咁啊，過去嗰一年咧，我同阿 Anton 一齊合作，有一個叫媽媽有份嘅一個 project 啦嚇。咁呢個都係非常前瞻性，因為我哋知道咧，媽媽喺個家庭裏邊咧，佢嘅參與係可以幫助到爸爸更加發揮到佢喺屋企裏邊嘅角色同埋親職嘅協作。咁我覺得呢兩樣嘢都係一個好前瞻性嘅，咁所以我特別欣賞佢哋嚇。咁咧就過去嗰一年兩年咧，疫情期間咧，其實影響好多機構啦。我相信好爸爸中心都係喺方面都好多嘅辛苦嘅工作。不過辛苦嘅工作當中咧，其實都係有好多機遇嚇。咁我自己喺大學裏邊做研究、做教書，都係受好多嘅影響嚇。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都用網絡去做嘢嚇。咁所以我覺得好爸爸中心未來嘅工作咧，可能喺呢個疫情期間，佢哋發揮咗好多嘅團隊裏邊點樣推動喺網絡裏邊做好多嘅工作咧，其實都係喺未來裏邊咧，其實好爸爸中心喺建立網絡啦、建立媒體嘅工作上邊咧，都係能夠更加強發揮佢哋嘅工作嘅嚇。咁啊，可能利用 YouTube 啦、Netflix 啊，或者甚至乎製作一啲寫實劇咧，希望咧喺個社會裏邊咧，更加可以塑造到爸爸一個多元化嘅角色。以至到咧能夠可以同社會上邊主流去好單一點樣睇爸爸一啲好單一化嘅角色嘅論述咧，可以咧我哋多啲嘅多元化喎。咁啊，亦都最後咧，其實我都好想知道咧，即係亦都好想鼓勵好爸爸中心佢去推動爸爸工作裏邊咧，其實都係唔單止係年青人啦，其實可能去到幼稚園都可能係要有一個好早嘅介入啦嚇。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即係好爸爸中心嘅工作咧，可以由小至到好大裏邊咧，個工作都可以未來可以更加強發揮你嘅工作同埋推動力嘅嚇。咁啊，在此係嘛，我哋一齊咧合作，一齊咧去祝願好爸爸中心咧嘅未來工作咧更加發揮強又大嘅動力。好多謝各位，好多謝四位，多謝你哋咁情深嘅分享嚇，你哋嘅鼓勵、你哋嘅支持、你哋嘅肯定，都話緊俾我哋個董事會啦，我哋每一個團隊，我哋每一個支持維家嘅朋友知道，我哋嘅工作咧，其實得到你哋嘅認同，亦都咧因着你哋嘅一齊合作咧，係將我哋影響力能夠 spread 得好開、好遠嚇。咁好多謝你哋，我哋嚟緊會繼續合作啊，繼續努力一齊。好啦，咁嚟到節目嘅尾聲咯喎，咁頭先都講過啦，除咗我分享之外咧，我同事咧我都請佢即係預備下，其實佢都有好多好重要嘅説話咧，好想藉着今晚咧能夠有個公開嘅場合咧同大家講嘅嚇，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咁喺佢分享之前咧，都同大家分享一個消息啦，正如頭先所講啦，團隊咧對我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咧冇一件事咧係得一個人可以做得到。我哋大家都好似一艘船咁樣，大家有唔同嘅角色、唔同嘅位置。我都好感恩啦，即係上帝俾我喺過去嘅咁多年咧，喺嘅機構裏邊咧能夠相遇唔同嘅同事啊，佢哋都教識我好多嘢，又幫助到好多機構嘅發展。咁喺嚟緊嘅4月1號咧，我哋有一位新嘅同工加入，就係上片呢一個位啦。其實喺過去嘅2-3年咧，已經喺我哋度咧，幾乎係做一個 full time 義工咁滯㗎啦嚇。佢喺 research 嘅工作裏邊咧，幫我做咗好多義務嘅工作嚇，日日
即係幾乎一個禮拜3日坐喺 office 咧嚟到幫手做義工。咁喺嚟緊4月1號咧，佢正式完成佢嘅學位啦。咁加入我哋嘅團隊咧，幫手繼續去推動父親角色同埋維護家庭嘅工作。咁除咗佢加入之外咧，我哋仲繼續咧喺嚟緊6月咧都會有新嘅同工加入啦。希望咧能夠令到個團隊更加壯大，係為着咧我哋呢個3年計劃同埋嚟緊呢1年度嘅事工咧能夠發展得更加好嘅。好啦，咁喺以下落嚟時間咧，我就交俾我同事啦。佢話有啲好重要信息想同大家講下喎。咁係啲咩咧？咁Case 我就將個咪咧交俾你啦。OK，真係好多謝頭先咧咁多位嘅指教啦、鼓勵啦，同埋剛才分享都係好即係好重要嘅。睇到 Survival Kit 嘅片咧，都係好開心啊！回憶起好多喺呢1年入邊工作入邊好多嘅即係點滴啦咁樣。咁其實我真係好中意呢個崗位嘅服侍。呢度係好大空間去服侍。可以用好多創意去做。亦都唔係飛到無邊際咁樣嘅。即係去做嘅時候有好多 guideline，有好多嘅 instruction， 有好多嘅幫助同埋支持嘅。咁成個團隊咧係好大支援，咁所以好開心咁樣話俾大家聽一個消息，就係我喺呢個崗位都服侍咧去到第3年啦。咁即係隨住我仔啱啱進入佢嘅4歲咧，咁我一路去研究我自己啦，去經歷新手階段，去經歷阿仔大個入幼稚園嘅階段，而我都用翻呢啲經驗咧喺我呢個服侍上邊，所以我係好感恩。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上帝俾人去喺生命入邊去行，而唔係淨係去做一份工咁簡單嘅。咁所以我鼓勵咧，如果你有興趣要加入呢個團隊嘅，你真係嚟啊！即係一齊去鼓勵身邊嘅爸爸咧，去一齊去行咁樣。咁我同時都有一個唔係十分開心嘅消息咧，要去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呢個嘅服侍咧會去到今個月底，即係3月底。然後咧我會同屋企人咧一齊去接受一啲新嘅挑戰啦，探索一啲新嘅可能啦。咁要做呢個離職嘅決定咧，其實係非常之不捨嘅。甚至乎頭先一路聽唔同嘅合作夥伴啦，一啲前輩去講嘅時候咧，都係有少少眼濕濕，即係自己會覺得係唔捨得。一來喺度咧，我覺得可以用我唔係好，即係唔係識好多嘢啦，其實好僅有嘅一啲貢獻去做到。咁呢個部分係好重要嘅，對任何人嚟講，去貢獻去服侍係好重要。有一個名正言順去服侍爸爸嘅崗位咧，其實係都好開心嘅。冇諗過自己會服侍爸爸嘅，其實。而爸爸角色咧，其實本身都係好沉默㗎，即係好隱藏。就算我自己爸爸都係咁，但係其實好有威力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服侍過程咧，我覺得係好奇妙。所以再講多次，聽緊嘅朋友有興趣咧，要揾 Anton 試下合作。二來係咧，其實可以同啲男人兄弟一齊同行咧，係我一直以嚟都好中意嘅事嚟嘅。細細個喺教會咧去做導師啦，去同人服侍嘅時候咧，已經有一種咁嘅感覺。甚至乎而家成日有啲兄弟一齊去做嘢咧，個感覺都係好開心。咁呢個係我好嚮往嘅一個工作同埋服侍咧。咁同埋咧同行嘅過程咧，識到啲爸爸咧，其實都係好感恩。唔好意思啊，大家，即係喺呢啲分享會係好真性情啊！你俾我抹個眼淚先，如果唔係睇唔到個啊。咁我哋就要趁住呢個機會咧，多謝喺我哋嘅合作團隊啦。其實團隊有好多人嘅，唔好成日以為好爸爸中心係得2個人，2個全職嘅服侍啦，其實唔係嘅。好多義務嘅同工啦，好多真係去合作嘅夥伴啦，我係好多謝你哋嘅指教嘅。又俾機會啦，又同我傾啦。
去引導啦，同埋一齊去做咯，一齊去答呢件事咯。咁當然特別要多謝 Anton 啦。其實好爸爸中心我入嚟冇耐，有位女同事辭職之後，咁其實我哋一直都好想有啲媽媽嘅同事一齊去做嘅，我哋需要多啲女性嘅角度嘅。咁不過我特別要多謝 Anton，即係我哋兩個成日都又唔使開早會啦，要開會就開會，要唔開會就唔開會，要食飯就食飯，即係要去工作就去工作咁樣。所以喺我身邊嘅人都知道嘅，其實同 Anton 你嘅合作咧係一定會學到好多嘢嘅咁樣啦。咁大家都感受到嘅。咁我而家又喺度食，又喺度拎啦，然後突然間又話要走，所以都係有啲唔好意思嘅。咁但係我係即係好多謝你，多謝 Anton 同埋多謝機構嗰個嘅支持嘅，甚至乎係董事啊咁樣都係有好大嘅空間，同埋有好大嘅資源去 support 我哋做啲創意嘅 project。咁所以我希望咧，好爸爸中心可以行多10個8個重要嘅里程碑嘅。咁令到呢度香港嘅男人咧，可以有更多自信啦，有更多能力去做爸爸啦。唔使覺得一做爸爸就好似毫無頭緒啊，唔知去邊度揾嘢啊咁樣，唔知去邊度揾 support 啊咁樣。咁其實好爸爸中心會揾到咯。咁啊，好多謝大家，多謝晒。好，咁啊，唔該晒 Case 啦，同大家分享啦。咁都係一個情深嘅分享啊。咁好多謝你，咁我亦都多謝你一直嘅同行啦。喺過去呢3年裏邊，咁啊祝福你啦，同埋你嘅家庭咧，喺嚟緊新嘅挑戰裏邊咧，能夠即係見到上帝嘅幫助啊，同埋咧佢嘅恩典更加多嘅。好啦，咁啊去到節目嘅尾聲啦，咁我希望咧大家能夠即係感受得到維護家庭基金係一個 movement 嚟嘅。我哋並唔係一個普通嘅服侍，我哋好希望能夠帶動到身邊嘅朋友啦，能夠一齊去做好呢件事。咁所以我哋嘅感恩嘅地方唔係我哋有幾多能力做到幾多個項目，但係咧有幾多位願意投身喺呢一個嘅服侍裏邊，一齊喺自己嘅位置。你個位置可能你係喺家庭裏面嘅位置啦，可能喺你嘅職場有個位置啦，可能喺你嘅服侍，喺你嘅學校，喺你嘅堂會，喺你嘅機構有一個位置。喺你嘅位置裏邊，點樣能夠更加重視小朋友嘅成長，更加重視佢家庭對佢嘅影響，點樣去支援呢啲小朋友背後嘅家庭，特別係爸爸媽媽嘅互動，令到佢哋有一個好好嘅交流，以至咧幫助到小朋友嘅成長，亦都點樣能夠帶動到呢個家庭去認識上帝。呢啲嘅功夫咧係你同埋我哋每一個都有份參與嘅。咁所以喺最後呢個環節，我哋好誠意邀請大家咧同我哋一齊同行。咁呢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參與喺維護家庭基金嘅事工裏邊嘅。咁當然你嘅代禱啦，你嘅指導咧係最重要嘅，因為我哋做緊一件屬靈嘅工作，我哋好需要禱告嘅支持，好需要即係上帝聖靈嘅提醒啦。咁所以你哋嘅禱告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其次咧，當我哋搞一啲嘅活動，搞一啲嘅分享，搞啲交流嘅時候，你覺得喺呢度能夠幫助到你，你亦都能夠幫助到人嘅時候咧，請你一齊嚟到加入。一齊嚟報名，一齊嚟參與，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咁另外一個當然你可以加入我哋嘅團隊啦，係一齊全心全時間嘅去喺呢個事工裏邊嘅投入去幫助。咁最後咧，當然你可以奉獻支持我哋，透過你嘅金錢奉獻咧，係可以令到我哋一齊有進步嘅可能㗎噃。咁所以咧，好想大家係喺嚟緊日子裏邊咧，繼續支持維護家庭基金，好冇？好啦，咁到最後啦，咁我都需要同大家講拜拜啦，都夜啦嚇，咁所以我都喺呢個時候咧話俾大家聽，希望大家咧能夠享受今晚嘅節目啦，享受今日 Anton 同你分享嘅信息啦。咁一啲我約好咗嘅嘉賓咧，請你喺聽日我哋喺 Zoom 嘅 room 裏邊咧一齊去見面啦嚇。希望聽到你哋嘅分享同埋指導。咁咧，我一路喺呢個節目期間都收到一啲係咯。
OK， 多謝大家喺 WhatsApp 俾我哋嘅支持同埋鼓勵嚇，咁非常之感動。好啦，咁啊最後啦，都祝大家咧今晚有一個好嘅睡眠啦嚇，咁啊聽日可以繼續工作嘅。咁啊時間嚟到呢度咧，都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咁啊希望嚟緊嘅節目咧能夠有機會嚟緊嘅聚會咧有機會見到大家。OK， 好，咁啊再一次多謝大家，好，拜拜。